你想唔想知道咧？你今年下半年嘅運勢係好定係壞呢？其實而家係一個 AI 算命嘅年代嚟㗎，我哋即刻嚟試下用呢個 AI 八字算命嘅程式咧，去分析一下你今年下半年嘅運勢係點樣啦。首先我哋進入翻原生嘅 AI 八字算命嘅網頁啦，咁係完全免費，只需要咧你輸入翻你嘅性別啦、出生年月日時嘅話咧，就可以即時咧排到你嘅八字命盤㗎啦。然後咧我哋睇下咧八字命盤上面咧，今年咧我哋流年上面其實係叫做乙巳年啦。大家亦都知道咧，2025年咧下半年係叫做蛇年㗎。咁但係其實乙巳呢個流年對你嘅八字命盤係有咩刑沖會合嘅影響呢？其實我哋咧係唔知道㗎。咁但係喺原生師傅嘅 AI 八字排盤嘅程式上面咧，你只需要咧排出你嘅命盤之後咧，撳入去下邊佢嘅刑沖會合查看嘅功能。例如喺呢個命盤上面，佢係咧1979年咧7月7號凌晨嘅1點咧係出世，而且係個男命嚟㗎。例如喺下邊咧，我哋點擊呢個地支嘅相沖咧，你就會見得到咧，原來佢嘅命盤上面喺今年咧係有一個咧自害嘅相沖㗎。咁自害嘅相沖咧係沖咗佢嘅自己日柱嘅下邊嘅地支位置啦，咁亦都係沖咗佢嘅正印星㗎。咁然後我哋點開咧六親嘅位置，只需要咧你可以睇得到咧，原來今年咧喺下半年嘅時間咧就係沖正咗佢命盤上面阿媽嘅位置。咁喺呢個案例上面，你就會知道咧自己嘅八字命盤喺乙巳年今年嘅下半年咧對阿媽咧係就會有一個負面影響，係會衝擊咗阿媽啦。咁好大機會咧你自己嘅母親咧可能就會有啲咧唔係幾好嘅事情發生啦。咁亦都係正印星咧影響住你嘅工作啦、居住嘅環境啦。咁亦都要注意咧，今年嘅下半年咧喺呢個命盤上面就可以知道佢係有機會會搬屋啦，甚至係工作嘅環境咧係有所變化㗎啦。咁其實喺2025年嘅下半年咧，其實就係我哋八字上面乙巳年嘅天干地支嘅地支嘅時間，亦即係巳火嘅時間啦。只需要你排出咗你嘅命盤之後咧，撳去刑沖會合嘅位置，睇下咧你流年嘅地支巳火嘅呢一個位置咧，到底同你嘅原局嘅命盤上面有冇一啲刑沖會合嘅情況？如果係有嘅話咧，你就會知道今年下半年咧你嘅運勢上面係有啲乜嘢嘅影響㗎啦。咁但係如果你唔係好清楚你嘅命盤上面咧，到底呢啲刑沖會合係好定唔好嘅話咧，你亦都可以碌落去下邊啦，問我嘅八字 AI 原生師傅㗎。咁例如咧，我呢一度我見得到咧，佢嘅流年係一個自害嘅沖啦，咁會影響我啲乜嘢咧？其實我亦都可以咧即時咧問一問 AI 嘅原生師傅㗎。另外咧喺排出咗命盤之後咧，亦都有一個參考嘅用神同埋忌神嘅五行㗎。咁其實2025年嘅下半年咧，其實佢係叫做巳火嘅年份啦。巳火嘅年份咧，五行係屬火㗎。咁所以咧，如果你見得到你排出命盤之後，忌神嘅五行係有火喺入邊嘅話咧，咁亦都代表咧今年嘅下半年咧，好大機會你嘅運勢咧係會比較走得疲弱，比較一般一少少。一度咧，我已經好快咧同八字嘅 AI 原生師傅咧係問咗今年嘅自害沖咧對自己有咩影響㗎？譬如我呢度問咧就係話我見得到自己咧係有流年上2025年咧係有一個自害沖，對我命盤有咩影響㗎？咁你睇得到咧，佢直頭咧係糾正咗我咧一啲打字上面嘅錯誤啦，咁亦都提醒咗我咧，其實今年咧乙巳嘅流年咧係木火通明啦，亦都係代表咧今年嘅木火係好旺嘅，亦都撞正咗我自己命格嘅用神啦，因為火太旺係會燒光我自己用神嘅五行水啦，令到我自己八字嘅運氣咧係今個月變差㗎。咁我亦都唔係好清楚啦，咁所以都詳細再問一次啦，會影響我邊一方面啦？咁喺財運上面、健康上面同埋事業上面咧，亦都有相應嘅解釋啦。咁最後咧，咁最緊要咧就係咧問下佢點樣化解㗎。咁其實咧喺呢度 AI 原生師傅提供嘅化解方法咧，亦都係有所參據㗎。因為喺五行上面咧，其實我自己呢個八字嘅命盤咧係用水啦，咁所以咧今年上面咧其實係真係要需要去補水咧，係令到自己流年嘅運氣咧係有所幫助㗎。咁只要咧憑住呢個咁簡單嘅方法咧，你就可以咧知道自己今年下半年咧運氣上面係點樣啦，到底係好定係唔好啦，亦都會咧知道自己命格上面刑沖會合咧係有啲咩嘢影響㗎啦。咁原生師傅，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啦，拜拜。